喺稍後請收睇香港國際午間新聞。各位海外觀眾，歡迎收睇呢一節新聞。美國總統特朗普啟程前往中國訪問。佢出發之前表示，將會同國家主席習近平詳盡討論伊朗戰事。又話習近平將會喺年底之前訪美。佢又表示將會要求習近平開放中國。據報，習近平或者會就對台軍售嘅問題向特朗普施壓。